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海外民主运动，活跃人士跟学者一起来到达兰萨拉来参加了一个展望未来大变局的一个会议因为中共它倒行逆施，我们在这边大家都形成一种想法，那就是中共政权是地表上所存在过的、从未有过的最邪恶的政权。那事实上呢，尊者是没有敌人的，可是中共一直将尊者当作最大的敌人，所以是最邪恶的政权将尊者当作最大的敌人，而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抱着一种使命、一种想法、一种心愿，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会想到说，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尊者要我们做的？只要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很容易形成共识，很容易，纵然有争吵、有意见不同，也很容易协调，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尊者带领大家，用最温柔的力量，让中共集权专制的政权早日垮台，而且垮台过程中，中国人也不要再受害，藏人也不要受害，台湾人也不要受害，蒙古人也不要受害，维吾尔人也不要受害，满洲要复国的这些满族人也不要受害，当然包括香港也不要再受害。所以我们并不是将中共当作敌人，但是对于中共所作所为，我们一定要采取批判的态度。这也是我体会尊者强调的，对敌人我们要慈悲对待，可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批判，因为他们倒行逆施。现在纵然台湾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运作，但是中共对台湾的打压施压，那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超限战。所以来这边结合大家的力量，探讨共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殊胜的。他们还是有些不一样意见的地方，因为蒙或者是维吾尔，他们独立的意志比较强，他们想要独立，而满洲国想要复国。可是尊者达赖喇嘛已经早就开示我们走中间路线、中道。那么我是比较信仰尊者的看法，因为你这个时候如果太强调独立的话，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都在中共铁蹄控制之下。我在这边发表论文已经提到了，在中共全世界10大不自由的国家统治之下，它的自由分数只有9分，但是藏人在这个已经是10大不自由国家统治之下，它是这个地表上最不自由的地方和国家。也就是说，西藏现在的自由是被列为跟战乱中的叙利亚一样，只有1分。那如果我们轻率的提出要独立，那中共可能会更大的打压。那我们希望这个满蒙、维吾尔、藏人，这些甚至包括香港、包括台湾，我们希望在中共即将垮台前，不要无谓的牺牲，因为这个政权它这个垮台前，它可能会更加的残暴，我们不要轻易的牺牲。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会议，我不断的强调，我们应该接举联合国2大人权国际公约。1966年，联合国制定了2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的第1条就是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我们不只争取蒙维藏、香港、台湾的自由人权和自治权或自决权，甚至独立。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共的打压，广大的汉人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要有共同的信念，就是说，这个地表上最强大的敌人，让10几亿的人同时受害，哪怕是到海外的中国人都可能受害啊。那海外民主运动这些朋友，他们有些是回不了中国，有些是到海外来，他们的亲友中共还要迫害，所以他的迫害不是只有他统治之下，他包括海外，包括台湾，不是他统治，他也要迫害。但是如果我们轻率的提出要独立这种看法，那么我们要想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亲友，他们可能会受到更大的迫害，包括各民主。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如果可以形成共识更好；如果没有形成共识，也是一种意见交流。因为满洲国是要复国的，而它复国，因为它里面现在没有像藏，然后也就吐蕃人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维吾尔人一样，有具体的人在那边。你如果轻易的跟他走说我要复国要独立，那我们要考量到在中国大陆铁蹄控制下那些人怎么办？所以我就像台湾，我们拥有主权，我们不是要出来挑衅中共霸权。我们台湾拥有主权是维护人权，并不是要去挑衅中共霸权。我也不断强调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支持蔡英文总统所强调的，我们是维护宪政民主的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我们本来就是从未被中共所统治，我们并不是寻求独立，因为我们本来就独立的。但是我们要考量到这些被中共统治的这些各族的人民，甚至包括中国人、汉人、华人的本身，他们随时可能遭到中共的迫害。我们要更有智慧的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政权。台湾跟西藏的关系，或者说台湾跟吐蕃人的关系，随着台湾民主化，马上改善很多。因为早期国民党到台湾以后，他以大中国的角度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他根本不支持流亡政府这边的藏人的主张啊，也不支持我们尊者达赖喇嘛所带领的这些人，他们是寻求更自由的心灵跟生活跟宗教文化这种价值啊。那随着台湾民主化，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民主进步党、反对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开始跟这些不管是蒙古的或者是藏人这边做更多的交流。那么2016年，因为2008国民党又拿回执政嘛，可是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包括国会的过半数以后，台湾更多的国会议员跟我们藏人这边，有流亡藏人这边做更多的交流。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够，比如说藏人到台湾来，他们要求学，他们要学语言，常常我们还是给他很大的限制。那这方面呢，我觉得台湾也有民主时代的一种困境，就是反对党可能意见不同，你纵然执政党是多数，你也没办法为所欲为。但是我希望这方面做更多的改善，这是政府部分，但是民间部分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多人了解，包括我自己，我很喜欢跟藏人在一起。我2011来这边见到尊者以后，我获得非常大的开示。我不断的强调说，达兰萨拉这边的藏人是地表上物质生活并不是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是精神生活特别的饱满。所以我不断的强调说，我在跟朋友提到藏人这个达兰萨拉这边的时候，尊者的时候，马上有4道光芒射过来。那4道光芒就是道德、宗教、生态、文化。而这道德、宗教、生态、文化是中共未来，也就是中国人未来最需要的。这个不只是中国大陆控制的中国人民，也包括香港。香港本来拥有英国的法治维护的自由人权，现在都倒退了。也包括台湾，我们通过自己争取的民主化争取的宪政主义
自由、民主、人权跟上代建立完善的法治。但是台湾也需要进一步提升，那就是精神生活层面，包括节制的美德，包括慈悲。所以节制跟慈悲就是我来这边跟尊者学到的，而尊者对我们开示，不只是一般宗教所强调的节制跟慈悲，更重要的是他跟我开示是一切先寻求真相，因为没有真就没有善，没有美。所以台湾已经有人像我很尊敬的曹兴诚董事长，最近就开始强调台湾需要寻求真善美的这个共同体，来对抗中共的假丑恶。我觉得太好了。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台湾人更多的社团、更多的民间人士跟藏人交流，不是施舍，不是施舍藏人。不是将我们的恩惠施舍给藏人，而是我们更多像流亡政府这边的尊者达赖喇嘛所带领的这一群藏人，这么样的自在，这么样的节制，这么样的和谐相处。我们要跟他们学习藏人精神。为什么藏人开会很少吵架？为什么海外民主运动常常吵架？为什么台湾的国会常常这样子为了自己的党派立场吵得不可开交？所以流亡政府、流亡政权所建立的民主，它的核心价值有时候超越西方的这种政党竞争。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跟藏人交流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的更多啊。这是我看法。改变。哎，我期待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都不要改变这样一个持续加强台湾跟藏人合作的一种现况。这不只是期待台湾跟藏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哪一政党在台湾取得执政权，台湾的自由都不能倒退。我们自由已经是94分，这是自由之家给台湾的自由分数评比，总共9分而已。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只有1分，台湾是94分，高于美国的80几分，我们高于美国10分。经济学院的评比，台湾是第10名，也就是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台湾的民主分数是第10名，也就是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台湾是第1名。那么，非白人的世界，台湾第一次拿到前10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的是，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他能够维持、捍卫宪政民主的秩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他自然而然会跟藏人做更多的交流。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政党轮替也许无法避免，但是我会有一种检验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台湾是否跟不只是保障台湾人民的自由不能倒退，保障人权要一样的这么样的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它跟藏人也好，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汉人，或者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维吾蒙古人这些，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善意。当然它很小了，有时候为了难民的部分，我们没办法全面开放，但是我们的心要开放。我们希望跟全世界更多的人共同来合作，携手合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2个使命，一个就是早日让中共集权专制垮台，第二个就是人类共同携手合作，来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尽量的少能够节制都节制，能够少消费就少消费。我们没办法要求禁忌，不能不要吃肉了，不能消费了，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所有人节制，这个是我的期待。也是我希望，如果台湾发生政党轮替的话，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方向。我个人只是尽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本分。我虽然是大学教授，而且有退休转兼任，那我现在也到处参加这些活动。那我也希望大家共同有这样一个思索，为了人类，为了更地球整个环境，有一个更好的安排，更有智慧。更慈悲来面对众生。这一点我倒是没有特别的建议的。那
我的期待是说，藏人在尊者达赖喇嘛领导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取得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人民的尊重了。那尊者所代表的这一部分我们流亡政府在这边的这些藏人更多的跟海内外结合。这一次的开会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你们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然后呢，不止在达兰萨拉开会，可以到各个地方结合。我觉得藏人流亡政府这边的可以更有信心，更自在的，因为我刚才讲了嘛，地表上最邪恶政权将尊者达赖喇嘛当作最大的敌人嘛。那我去中国大陆访问，我也发现那边的藏人在他们心目中，尊者达赖喇嘛地位从未动摇，但是他们一直想要用他们的领袖毛邓江湖喜或毛邓喜或习近平来取代尊者达赖喇嘛，还有取代宗教信仰、宗教这些佛陀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达兰萨拉这边，或者说广大的流亡在海外的藏人，可以更有信心的大量跟全球的人民交流，当然也包括台湾。我们共同来提倡善的力量，来帮助人类获取更美好的生活。而这更美好的生活里面，就是尊者所强调的，所有人类是一体的。尊者也不断强调，他只是一个布达，然后他是跟全世界的人都一样。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也不断思考的，就西方民主政治确立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那我很喜欢这个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跟宪政民主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至少有一件事情达成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可是现在自由民主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太强调竞争，尊者也不断开示了，太强调资本主义的消费浪费、消费主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我希望全世界更多人能够体会尊者所倡导的，不局限在自由民主的制度，而是有更高远的人类如何跟地球上的动植物和谐相处，减缓地球的危机。然后这也就是生态主义的概念，就是人类不应该将人类当作地球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应该是人类跟动植物更大的平等。这方面，我2次来西藏，我很喜欢看到这边的动物，包括这次我交了狗狗的朋友，我早上看着4条牛，它在外面野放的，他看到我，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我就一直拍照。他们也知道我对他们无害，他可以跟我们这么自然的相处。我看到小猴子，我看他拍照，他赶快爬上去，一堆过来，我继续拍他们。这边的动物，这个藏人非常有福分，因为印度人虽然有人认为说这边脏乱穷但他没有看到印度人很大的价值，那就印度实现了人类跟动物更大的平等。2011年的时候，我到印度来，在那个开车过来的过程中，牛都可以一起上国道交通沿路了啦。可是它实现了动物跟人类更大的平等如果这边都可以做到，那我想，也就是地球可以减少迫害嘛。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非常殊胜的，我也在一直不断的学习。那我最后讲一句话，就是我2011年3月11号见到尊者以后，到现在，我都感受到这是影响我一辈子最大的事情。我所作所为，包括现在接受采访，我都会思索说，这哪些是尊者教我的，期待我进一步去修行。毕竟在修行的道路上，我只是一个婴儿而已，我还继续需要学习。我觉得这次会议的举办，作为藏方呢，非常非常的及时。我就觉得呢，只有西藏流亡政府，有这个能力举办这个会议，也有这个决心来举办这个会议，能够召集中国政府的各反对面的
绝大部分，尤其是不同地区的那个政治反抗者，在达兰萨拉举行这个会议。所以我对这个会议的举办呢，我觉得是叫适逢这个时机，天时地利人和，符合了这个在争取人和的这个政治机会，所以我对他有很高的期待。当我得知要举办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我非常兴奋，所以呢，我欣然就接受了这个会议的邀请。我觉得像这个活动，促进汉藏、维蒙满，包括香港，还包括台湾，这些地区的民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好像最近这些年来，比较少见的，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而且它举行的地点又是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那个所在地，它有这个人气。有尊者达赖喇嘛，也有西藏流亡政府能够有效的吸引不同的族群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和那个西藏的政策研究中心充分使用了这个地主之便，尽地主之谊，把各方人士邀请到这里。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西藏方面表现和作为非常的突出和优秀，而我们其他族群应该说不太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但是最具有条件和能力呢，其实并不是西藏，而是台湾。但是台湾的那个政府，他不太有这个意愿，他们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跟中国方面的那个这个政治上的对抗的那个能够获得更大的减压，我是这么理解。其实要说合作的话呢，就是看这些族群的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有多大的愿望。如果说这些领导者只是被动的接受邀请的话，由西藏方面一再的主持的话呢，我相信只要有这个资源的话，这个还是做得到的。但是要其他族群，比如说维吾尔人，应该说他们的条件就要次于西藏的流亡政府。那么蒙古的那个族群呢，他的条件就更差。还有呢，就是民运呢，在这方面，当代的中国民主运动呢，在这方面呢，也几乎不存在条件。他曾经有过辉煌，那是在至少25年以前的事情了。以后的中国民主运动呢，它基本上处在一种比较支离破碎的状态，而这个运动的很多的领导人呢，在这方面呢，缺乏远见，就是有远见的话，也缺乏这个就是资源来进行。这其实说实在，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资源的。就像一架机器要进行运转的话，它要有润滑油的。这一点其他几个族群都做不到。但是这一次，突然异军突起，出现了个满洲国复国运动，这个呢可能是未来这些少数群族的这些活动啊，它可能会提供一个新的一个平台。对于今后的发展，我觉得还要拭目以待。但是我对此抱有比较高的期盼。我也相信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很超前的。我希望还是尤其由尊者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这个自由西藏运动，还能够起到一马当先的领导作用。我想说呢，还有刚才回答你这么多问题，我都没有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这次西藏流亡政府能够举办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么一些族群都愿意来？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有着中国
变化的那个迹象，而这个呢，就是我比较喜欢使用的呢，就叫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天时都不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的那个政治对手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他获得了天时，他获得的天时就是他获得了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对他的呢扶持，这说实在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共这个问题上呢长时期的所犯下的严重的错误。那么现在呢，越来越感觉到中共的做大，对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祸害，也给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呢带来巨大的威胁。这些人呢，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决策者呢，已经有所醒悟，或者说已经感觉到这个威胁了。虽然说我一直说，这些西方领导人对这个中国的问题的觉醒啊，还远远没有。充其量也不过在昏睡当中刚刚睁开了一只惺忪的睡眼而已。这个呢，就仅这一点就已经给未来中国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我相信这些族群人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这次满洲国复国运动的异军突起，也才有韩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杰出的表现，也看到了美国、日本以及韩国已经形成了亚太地区的新的安全的体系，再加上就是以日本为首的最早主导的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这个印太战略，这些都会成为对未来中共的扩张的一种钳制。中共能够维持如此长久，它最重要一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外力的挤压。一旦受到外力挤压呢，它自然会垮台。所以呢，对于这一点呢，我感觉到这是我们这些族群所看到的一种政治机会。大家都期盼它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引起新的政治变革的大高潮的到来。好的，谢谢。好，谢谢。徐老师，我想首先请教您，今天见到尊者之后，有什么感想或者是收获想要和我们分享？很高兴，另外身体尊者的身体很好，所以我也很高兴也放心，另外尊者讲的呢，今天讲的主要是人类的一体性、共性。但是我在会场上跟尊者也说了，他们给尊者提到南蒙古，给我了个机会。我就说现在我们已经快活不下去了。中国现在习近平是直接要消灭我们，从语言文字开始。后来我说希望尊者，希望神，多保佑，多念经，为我们南蒙古的命运。后来他说我会这个什么的，尊者说是我将来会到南蒙古，就是访问吧。后来我说我们期待着您去，但是首先得把就现在这种生存危机解决了。后来他说我会努力什么，我感觉很高兴，等于得到尊者的承诺和祝福，我要为南蒙古祈祷，我要这个什么，说明，而且这次尊者几次讲话都是先提南蒙古。后来他说我的这个南蒙古，我这朋友我有认识的，完就让我问我，所以我很高兴。所以呢，这证明呢，我们这两个尊者呢，既是你们的这个精神领袖，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所以呢，尊者在关怀着西藏，这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他也在关怀着南蒙古。我们感觉到很感动，我们感觉到信心，又有了新的信心和力量。好，所以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路子上，跟西藏的兄弟们，跟其他支持我们的人一块奋斗，坚持下去。好，
谢谢，谢谢。那么首先想要请教你的是，您今天见到尊者之后有何感想和收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这个我非常感动啊，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法王是在已经30多年前了。那每一次见他都让我觉得收获很多，而且非常感动。因为像今天我看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时候呢，他就用手去拥抱她，那个完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而且他也常常讲说，人类是一体的，不要分你跟我。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智慧心、菩提心跟慈悲心啊，真的能感化世人。那我想，任何有关对达赖喇嘛可能有一些误会，或甚至是毁谤的，那从今天看到法王他这样对待我们、对待众生，就知道那些误会跟毁谤完全是错的。那我个人真的非常尊敬法王啊，希望他能够活到起码活到113岁。那尊者今天向你们开示了什么？能够方便透露一下吗？可以，对，首先他讲到他还是坚持中间道路，另外也提到说，佛教的话很注重跟西方一些科学一样很注重心理学啦等等这一类的，所以他说事实上将来藏传佛教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那么还有就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在台湾被保护的非常好，所以如果中国转变的话，那么在台湾的这个真正的中国文化也会影响到中国。那另外他就是提到说，人类都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不要有差别心。那还有他的身体还是相当的好啊，这个我们听了都非常的高兴。